立委陈廷辉宣传公投谢无同意，台湾就会赢。第一站就为会赢区的上帝庙展开，在上帝庙主委洪和煦的陪同之下，先向上帝宫上向祈求，人民团结，和公投谢无同意过关。陈廷辉表示，针对公投议题，因为主题关系，一般的南部乡亲会感觉迄是北部的代志，所以特别用铁马型的方式成立基站，向民众说明是公投无同意的重要。台湾要会赢，咱就是爱投4张无同意的公投票。这4张公投票其实很重要，尤其在南部地方会觉得说，好像在北部的所有的这个议题都是属于北部的议题，但是错了，这是关于我们国家的未来，尤其我们经济发展，我们下一代的竞争力，都是关于这4个公投，能源的问题，还有我们要去 TIFA， 我们要去 CPTPP， 如果我们能够去签署这样的一个所谓关税协定，让我们有更优惠的一个竞争力，让我们下一代才能真正在台湾这块土地真正能够发光发亮。所以我相信这个是关于我们台湾的未来。为增加民众对着公投的关注甲热情，立委陈廷辉将会结合多位议员，展开37区徛透透公投宣传活动，借着我们几区的议员一起发动。然后我们要走遍37区，所以今天我们正式所有的议员，在会赢上帝庙代表会赢，希望能够真正的打出台湾胜利的一战。尤其12月18号是很重要的，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踊跃出来投这4张的公投票，是不同意的，安尼咱开当真正台湾会赢。台湾会赢，咱台湾开当真正有竞争力，我们才能真正走遍全世界。4个不同意，台湾更有利。立委陈廷辉为14日开始到公投投票前的每一个礼拜，将会甲议员以及团队做伙骑铁马，行遍台南市37区，宣传4项公投无同意。伊也欢迎联动的好朋友同齐参加，做伙用行动守护台湾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